里的应用国小是体育署选定的体操教学的种子学校。即天特别举办成果的发表会，小朋友欢喜来丢跳、巴基林、爬练岛，展现迄种控制身躯的成就感。 囡仔伫咧软桌顶变来变去、跳来跳去，展现这学期伫咧体操课学的动作。因为现在的体操课，体育老师们越来越不敢上课，那体育署补助学校相关的活力体操设施，那是更安全、更安心的一个设施。体育署办理体操计划，为全国宣布挂应用国小在内4间国小，为这学期开始上体操课，要囡仔来了解身体有偌济材料。老师就发现，真侪囡仔伫咧站拔队时，安怎用机体来保护家己。因为这个课程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的感统真的是进步非常多。即天活力体操成果发表会规划4关卡，各北京学校做来参加，希望这一摆推广交流活动，让大家都爱上体操课。